早餐跟中午餐加起来，靠中岛的中岛午餐对不对？英文啊，所以很多台语不是都英文。唔知呢，因为这可能是较新的词啦。真侪人拢讲早顿是一工中真要紧的一顿。是讲你敢知影早顿通常时是咧讲几点的？专家是安尼讲的，早顿是早起困醒了后2-3点钟来食，通常未超过10点。不过即摆的人因为规年冬天拢咧打拼做工课，休假拢嘛困较晚。咱来问看卖影，休假的人拢困到几点的？是安怎处理早顿的呢？放假时阵拢会困到这么晚无？没嘞，拢10点半起床，中岛才起床。所以你常常嘛咧食早午餐哟。嘿，大概都8点。我9点来起床。啊，你9点起床，那真较食。我用晚食。休假困到饱，真正伤幸福啊！所以即摆流行食早午餐。要过伫咧了解早午餐进前，咱先来和观众朋友做一个小测验。早餐的台语要怎讲？早顿，啊，中岛的台语呢？中岛的，早顿。啊，中午午餐的台语要怎讲？午餐袂晓讲。早顿，那你知道午餐的台语怎么说吗？中岛顿，中岛午餐对不对？啊，你中嘿，早顿、中岛你安讲？暗顿、暗顿、中岛呢？中岛哦，唔知呢。早餐的台语是早顿，嘛有人讲早起顿；午餐的台语是中岛顿。知影这两个词安怎讲了后，来做一个比赛，大家要看麦。早午餐的台语要怎讲？唔知影。早午餐的台语，唔知呢，因为这可能是较新的词啦，所以唔知这个台语要怎讲。你试看卖，早餐跟中午餐加起来，靠中岛的，要等吗？我不知道。早到等。厉害厉害，对，答对了，好厉害哦！早到顿。其实早午餐是外来语，这个词的起源是伫英国19世纪后期，伫1930年代美国变加真流行。啊，那台语到底安怎讲？咱赶快进来请教老师。早午餐，因为这是对于外来嘛吼，啊，咱华语叫做早午餐，其实是对英语 brunch 来，啊 brunch 对英语嘛是共两个物件合做就是 breakfast 加 lunch 吼，啊合做变做 brunch。啊，咱共款，咱嘛是用华语的思维来讲，咱早顿吼，食早顿，啊甲食中昼，咱讲你食昼也袂，吼啊，恁甲早甲昼甲合做就变做早到顿。早到顿的时间是伫早顿甲中到顿的中午，真侪人拢会伫这顿食较清操。我食午餐，食午餐啊，食甲敢若早餐共款。阮逐工中岛拢伫遮。食香鸡堡，还有草莓吐司，红菜。伫咧早到顿，起司甲乳酪是小编真爱食的配料。顺续就来考一下大家起司的台语。气死的台语要怎讲？气死，气死就是气死。我唔知呢，我唔知要安怎起。气死的台语哦，唔知呢，阮伫下港嘛是拢念气死啊。不用英文讲。英文啊，所以很多台语不是都英文，都是一样是英文。其实咱台语伫咧日本时代吼，这个物件就讲对于西洋就流传来咱台湾啦。啊，当初照日本话吼，咱台湾人去当初讲日本话啦吼，有毋是讲日本话，我学日本话啦。啊，所以日本人讲忌日，啊，咱台湾人嘛足侪讲照日语讲忌日。不过即摆咱因为多数人即摆拢学英语嘛，啊，咱感觉讲忌日对少年人来讲可能较困难，所以咱就去照英语的音，即摆改叫气死，还是讲气数。随着现代人正过来做事，改变生活习惯，早到顿就开始流行。
真侪早起店营业时间拢嘛应当到下晡2、3点才来休困。也毋过，无论是食倒一顿，爱会记哩食较营养、健康，才是重点。